假娘真勁喺當老闆呢，都費心呢。有點難事，有點做嘛該，上班時間都做嘛該。唔係啦，我同講，也出去當好看呢。弟弟咧講嘅新球嘅保元素，也下嘅假娘吼，真勁喺當老闆呢，做到按鈕，難怪吼太氣個就冇想會結婚。做毛秋晴姐，假娘太超高嚟啦。唔錯，我假娘對我親好，同我看做㗎，我係咁麼嘢，奈我呀。哦，那有可能。你用啥都對到的嚇，秋晴姐姐。哎呀，按男士你這做冇做些啲看樣片。唔係，我同講啊，一樣片吼，係美容節全部嗌嘅。假娘真勁當白錯嘛？家己好命啊，遇到好假娘啊，搶愛哦。唐毅來哦，我講徐演講吼，做戲看起來吼，較誇張啲。不過真實的身法地擺度吼，現實地擺度，你看你用啥講的都冇共樣。有冇？馬上有乜個故事？譬如講假娘啦、新球自己嘅關係故事，用大家分享他們做的。應該先來摸一下。樣板講，一假娘算來係一個樣板嘅角色，因為你看啊，有人就講啊，吼，哎呦，同我動作係妹哦，有啲人就講冇，假娘吼同我像姊妹嘅樣樣，我係假看嘅劇吼，你用啥根本就係吼有問題仇人樣。點解你講啲笑呢？你啊全部嗌出假娘嘅樣嘅出來。輕鬆啲誒，他是假娘，頭擺咩去做新球啊？古時候美容節，人家娘會按乜嘅意思呢？你我嫁來時啫吼，天英我是很愛假娘，很媽媽啦，連很神機，佢都冇恩愛，冇恩，嘿，佢睇唔到，唔係睇唔到，佢都該每個頭個恩結婚就帶路見啲啊，要，嘿。啊，其實過來，家我冇強啊帶嘛，佢帶一片啊帶，嚇帶一片嘿。佢過來是為嘅呀，結果我嫌佢，其實冇恩愛，所以我家開始是講，你啊，這個愛注意到誒，嘿，錯，天機其實冇問，你看美容姐姐姐講喺笑面旁邊嗰位水琴姐佢家嚴肅哦。唐呀，跟你呢？你吃到有滿意？我知吼，你吼20歲姑娘吼，嫁過去嘛該做當單順啊！我想講，假娘按胎哦，按妹胎哦吼，對，後來我喺人哋講，其中嘅妹嘅，厝係妹嘅哦，我媽媽改變嘅，我媽媽係妹嘅。煮係，你阿媽媽係妹，來煮飯的哦，來煮飯的。嚟啲啦，卡卡只實力的。你知意思出像你倆後生人講誒，嫁過去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這較像個主顧關係。哎呦，主顧關係。假娘係唔是付錢本己嘅後家草帽秋情節。試用人。係啊，安尼唔錯呢。像啊假娘對我親好呢，唔幫我去煮飯菜呢。啊，你還同我講啊，唔能去學嘛就去學呢。跟我做門容易窮樣，小自卑啊，小自卑，就像這種咯。我只冇按好命。哎呦，我當做是結婚嘛。係。啊，結婚前每年來講嘅時節有冇？是講當好堂嘛。一天啊。啊，結果我嫁過去天陰夜6點，我家趕出來捧門。哎呦，早晨6點。係，夜尾響嘅煮菜咧，唔係唔響。哎呦，真件咧，我以前真件阿婆嘅嗰隻年代真件係用嘅。我發現到哦，太似個嘅假娘就當中嘅灰姑娘，天陰夜唔係睇唔到，啊就係變面。嘅包門營養版 Angie，結香起來。結香起來啊！哦喲。結香起來是下嚟去我做下多嚟下嘛。哦。啊，我假樣是開始交債，你冇買。這樣啊，就夾精神出來。孩子就當委屈講，從未係小姐，根本係傭人。這個是小姐傭人助人，然後銀行嘅關係，還有一陣係蠻講到，我看你啊，文玉姐姐咯，吼，冇你講咯。我是老我假娘像客人樣啦，所以我家講嘅嘛。因為我從細後尾就
生意細暗暝就走的。啊，我家過去就想講要做嘅買的嘛，係緊等。你心情係安樣？係我心情，故說我就動畏縮，動驚，係啊，身份度哈就動到，知道冇按如意嘅地方啊。你看文耀姐嘅意思就是講。而家講出嚟講嘅嘛，你當然呢個卡要注意，係像迎合樣嘅，你對迎合乜樣咪？最較客氣啦，馬家花唔敢講，誒盡條講係咁講哦。有冇用啊？講聽有人，我真的有感受到哈，感覺我是婆婆。真的，我覺得你很適合。我躺起來啊，呀，他有動到嘅人啊，就會知道講，誒，假如一唱就係嘅東南去服侍啦，東南去霸權嘅一隻角色咧。嗰個大伯太是甲講到吼，一個假如老新舊之間，一唱就係水火不容。真嘅我按樣感覺。真嘅有按到嘅問題啊！我重新考慮下，我先落去結婚冇。唔過我咩知道講，有陣時候換一個角度來看，當唱你加到人有冇開，老公冇開，當唱一隻小羅場嘅嘛，因為你有音樂，一天要變人嘅假樣。係啦。唔過譬如講兩副卡人啊，一講用假樣相處嘅時間，佢唔係講一日兩日啦。譬如講一開始人家家講誒。很啲衰哦，媽媽都去香廠啊，有啲人講啊，我天熱小姐，天熱變人使用你。唔過啲動到係一日累積下來嘅，嚇，每下手琴這些好。其實我假用我同我當到乜嘢，本來親難忘嘅事情就係有一擺我同我老公哦有18安尼結交。家叔伯阿哥，就講我假樣太相愛，唔好中意佢，教訓我，我老公都聽到講，家叔伯講，係哦，講有道理哦，有道理。我假樣聽到看到佢安尼啊，因為嗰陣佢看到安尼啊，我就做比較，我出錯下，我假樣看到，佢都會喺頭前，講乜嘅？那按好我心情的耐情，按人台不交了不唔抵下，我老公聽到就唔敢，就表吼。我知道講唔同人假樣真係真愛呢。真嘅咯，唔講啲真實嘅故事，最龍太講，其實係啊，最講一天來按嚟相處，這樣提講哦，我按好嘅心球，吼，這樣做出來是，唔過糗事譬如糗香，這有故事嘛？佢大早上買6點是不來捧嘛，大家跟我捧。嗰一天嘛，也是是不放起來嘛。今日我是不平啊，不平哦，至少差不多要40度。哎呦，當然種我個人不昏迷狀態。佢哋捧我當然唔抵啊，所以我冇放起來。佢想講誒，都冇糖。冇樣還是有糖到講，幾個人都係罵講偷啲心票按下時，即個酒咧，倒咧還唔香。過了其實幾個人跟佢到禮拜嘛，大家是吹了。係啊。然後我白個條全部吹掉，了幾日。哎呦！就吹一3年都不卡哦。我留一隻烏牙子，哎呦，冇粘好食。因為我個用滾水，但早上會下拿滾水嘛，今日唔會下，冇原來冇講，佢中晚冇放氣，所以個冷水冇辦法泡呢。我來是7-8年按爬上爬按緊叫到暗。講出來，佢會講出來。佢會講出來，一聽就會性感度有一個感覺嘛。真嘅呢。做嘛？你知道我看那樣的故事做一唔判。你哋下次嚟看韓劇啊？動槍哦。動槍呢？你上課那我就報片咧，結果我會係用人哋嚟罵講，因為阿蘭斯冇放起來，佢冇卡幾年冇來照顧就算咧。冇人問，講叫咩樣會冇放起來？因為我話當導演嘛，阿伯家就全部帶強項嘛。你嗰陣時有叫嘛？一定叫啊！我先開始見相，我佢咩熱天做唔得死到了位。哎呦！我2-3年啦哈，一天我喺講我死到了位，我唔敢面。做乜咯？一天喺暗樣型啊！我就是講我不片啊，我那喺講整件4天我都唔敢面，所以我絕對做唔得死到了哎呀！過了我細我太掉我來講，媽媽2-3年哈。等了太愛，就點要老爺爸爸離婚。
我那生我唔會做交下嘅，死我咧唔會做交下鬼。我講我一生冇辦法離婚，屍體做咩，然後其他祖先擺在一起，那種真係當壓力啦。因為我去到，我咪係嗰時常講，你過半點鐘來已是屍體。哎呦，肺炎當嚴重。唔係，你平順過。對，所以你冇係講你係咪啊嘛？用為老個幾多年咧？係啦，唔過家安尼談。當時啊，係啦。我知道講，喺大家對一個家庭嘅想法無同樣，可能有到一個家人會知道講，我同佢當做係咩？係啊。就算有人講，冇，你都唔得按下神轎，個家人還會企出來講，嘿，唔敢打佢，我就打你。我有啲無同樣哦。有啲我看幾副看吹，人家老公也無顧。嘿，啲真人就留本記嘅。古常係知道講問題，就會講大家對家也就是想法無同樣。生下來就係輪夢佢，那大家對屋企有乜嘅想法？文玉姐姐就講一下，當初一開始嫁過去嘅時節，最冇辦法適應嘅係乜嘢？我係龍門嘅客家人嘛，我媽媽係客家人啊，我爸爸係大陸過來啊。哦。啊，唔講我屋企嘅方式，因為我生意先冇阿妹啊，我係做黑豉油嘅概念，去到嗰邊我教講受日本嘅教育，係。我家人咪係佢要讀6年咯，嗬，個規矩啊，我過去就當聲音冇關係嗬，冇關係。我問一下乜嘅規矩？出門嗬，愛交代，進度愛交代。哦，當初我上班愛打卡。阿婆以前愛打卡，受日本教育嘅全部係樣去。古所講文玉姐姐講嘅，我其實做得感受到處得安尼咯，還有乜嘅規矩？我對廚房做菜嚇，我將萬家過去哦，食家卡鐵餐飯哦，食得幾出人我講，佢講漢堡就用形式，譬如講，佢作當嘅菜嚇，就係安尼客家人嘅鹹菜啊、竹筍啊，佢最澎湃嘅就係個白蛋魚啊，泡嘅白蛋魚嚇，係啲白蛋魚梅嘅凍泡，咩凍啊？凍啊盤凍上槍啊，佢凍上槍啊，家講就撒高薯嘛，啊佢冇存錢嘛，凍上槍，我凍唔慣呢。既然賣衫褲作衫褲，唔驚作硬醬，嘿以前冇法度到作硬褲。好好啊！係啊，你用白多。唔係咩愛 boy 啊！你根本唔係做神轎，係做魔法師，好唔好？你以後還會變出來。佢最澎湃嘅就係個白蛋魚啊，泡嘅白蛋魚嚇，係啲白蛋魚梅嘅凍泡，咩凍啊？凍啊盤凍上槍啊，佢凍上槍啊，家講就撒高薯嘛，啊佢冇存錢嘛，凍上槍，我凍唔慣呢。既然賣衫褲作衫褲，唔驚作硬醬，嘿以前冇法度到作硬褲。係啊，錯，無常的心理啦，係啦，無常啦。唔過談到兩位吼，我知道講，對我來講，可能因為我係阿婆土胎嘛，我屋企其實基本上是沒有婆媳嘅問題。等下你阿婆老娘沒幹，做得接收人家，他講出來。做得，因為我阿婆冇出來，佢一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冇關係。我知道啦，有陣時因為你特色師太冇強樣嘛，講出來，你看幾特師太日本教育嘅啦，吼，你看像這個按照結婚，有陣時係兩胎觀觀念冇強樣，你還有生意冇強樣，你看佢愛做唔做，我有錢，我生活品質比我當好，有陣時專業來講，其實長輩關心。特別係他做嘅事態，長輩關心佢唔可以講嘅事情，佢做出來嘅事情會當場啲罵你啊、怪你，我知道係咁樣啦。好，不過兩種冇強樣事態、冇強價值產生嘅觀念就冇強樣。過來看一下我阿珍吼，當認真哦，我講啲咧做先啊，最老了嘅時節，咪愛想一下。條前講係我做冇做，一下講係當認真。冇啦。假用心啊，好難看哦。你出假用嘅心態啊，有陣時按耐下，唔當再繼續做事啊。好嘅，假用，你又來看一下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講到假用留心轎，唔會想到乜嘅。
應該是說一種很緊張的關係呀。會有衝突吧？生活習慣一定不一樣啊。就鄉土劇啊，電視不是常常在演那種婆媳問題啊，有點難相處的，可是還要找方法。會想到其實就是法律上的母女關係，因為她並不是我的親生媽媽，可是因為我們愛着同一個人，所以我們成為了親屬。衝突哦，對，譬如像教育孩子的觀念、教育的方式不同，所以可能會有一些衝突吧。新舊感做的老母的強用，我覺得一定都會不一樣，因為畢竟女兒就是媽媽從小帶大的，但是媳婦就是就是相處一段時間才嫁進來的。當然不可能成為母女，永遠都是外人，因為畢竟沒有血緣關係啦。不太可能，跟媽媽可以隨便講話，也可以發脾氣，跟婆婆是不太可能。你能夠把媳婦當作自己的就是親生女兒嗎？我覺得很難呢。對啊，而且講難聽點，媳婦也不可能就是把你當作自己的親生媽媽一樣，就是對你耍賴啊什麼之類的。我媽就是把媳婦當成女兒，就是說，因為她是我的老婆，所以我媽會覺得說，他會把她當成一位女兒這樣子。我沒有想過我在她心目中是什麼樣子，但是我把她當成我媽媽一樣，婆婆說什麼我就好。你對你媽媽也這樣嗎？對。那你包紅包也是兩邊一樣多嗎？我不用給我婆婆包紅包，她會包紅包給我。怎麼可能會一樣？不管怎麼樣都不可能一樣，就關係再怎麼好，都還是會有差的。可能講什麼都沒有女兒效果來得好。你有曾經講什麼，然後輸給小姑嗎？很多啊，例如說，可能過年的時候不要煮啦，但可能講了好幾年都沒有效果，但可能小姑講了一次，就立刻可以外帶年菜回家。對，就是有這樣子明顯的差距。當然不會一樣啊，就是他美其名都說我會對你像對我女兒一樣，但我覺得他可能也沒有對他女兒很好。結婚過後為老公婆向下帶毛，因為我本身也是怕，就是可能因為價值觀不一樣，或是習慣不一樣，所以我就是有特別跟我先生講說，那我可以就是盡量不要住在一起嘛，但是如果偶爾出去玩，我們是可以的。沒有辦法，沒有辦法，沒有辦法。很需要自己的空間，而且我不喜歡被管東管西啦。對，我覺得有點距離還是美，不太願意。為什麼？作息不同，看個電視也不一樣。因為我是 B 型，我是雙魚，我就很放縱自己那種。我也是哎。對呀，我受不了那個老人家說哎，怎麼樣。當然可以啊，沒有問題啊，因為現在是一個老人比較多的社會嘛，那大家其實蠻注重互相照顧啊。當然想啊，為什麼？因為較省錢啊，省錢呢。那你現在會想要跟你的媳婦住一起嗎？不用啊，他們可以自己住啊。沒有辦法，不可能。如果要住在一起的話，就是不結婚，彼此保持一點距離，因為也一起待過，但後來發現，雙方都不太能接受彼此的生活狀況嗎？還是就有點沒有辦法融合，所以就想說，那就各自搬出來住，這樣子感情比較好。我不喜歡他直接就進我房間，但他就覺得說這是我兒子的房間，我可以進這樣。你在餵乳的時候，他們會就一直盯着你看，你想說，Hello， 我在親餵母乳哎呦，好看嘛，看到有幾種問題吼，為姐姐都，我先問一下哦，美容姐姐好誒，剛我看到當人哋講講，我冇想愛弄個家用代腔，來也沒講，我冇用我自己空間，你以前有弄家用代腔？我家內是冇腔下帶。哦，做冇腔下帶哦？因為我係媒妁之言嘛。9月，我記得係9月3號，阿姨介紹。係。9月28，我家幹突一種做嘅去我屋下，我姐姐吼，因為我相親時節，我姐姐突我去嘅，我姐姐講你10歲來親。做得。係，所以鼓勵啦，講我老去交往，我喺家幹天幾把看到我是講，你阿伯嘅吼，親長到哦，講你阿伯，我心感上到底。相親幾多拜啦，係冇滿幾幾多拜，冇相按度出錯嘅啦。
啊，唔講娘冇帶強悍哦。因為佢家是人來講啊，我爸爸會答應兩婚事啊，哈，是講唔是強下帶啦。啊，有先講好勢咯。今日家公講用咩當開面呢？唔過迄種時期都講，用咩冇帶強下咯。唔過冇。但是佢9月28是去愛我提親啦。哦，你閃婚呢？咱爸迄講套心球，你會要帶強下冇？我知道唔好強下帶啦，最好吼。個白連沙帶按強下都唔停啊。拳的出好。拳的。不見得哦，你看個拳的咩冇辦法爭議啊。唔安尼，不可以負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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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會落，怪好嘛？你會落。真嘅。要互相照顧。是做得咧，哈。溫水健姐好，有冇嘢嘛？有啊。有哈。有新球嘛？有啊。有哈，你也敢講用白？我經驗呐。係，我經驗是講。最後冇強下帶，唔做下冇三餐啦，各方面的問題。就是各方面嗰種。我家己嘅3萬，嘅苗栗3萬，我就上去3重上班做些，所以我就年這樣有賺。按樣做減少當多問題，我過年過節一定要賺啦，要賺一做年夜飯的時間的嘛。哦，當我喊兩種做啊。係啊。對。啊，無限七彩咯。嘿，我我啲檢度結尾哦。你無限看啊？無人來看，我都講咩唔知走我哪去啊呢？哈。好，今早時我就開始要裝啊。我做咗，夾妹就轉來咧啊，夾細妹就看到，哎呀，阿嫂啲做下當無限，做上個兩個托菜。係。瞬間一下，我講用要嚟夾妹。甜的，你躺下坐定了。哎呦，唔使辛苦，唔等他轉以後，夾妹咪加出去咧。係啊，嚇，唔等他轉以後，還來動作誰要做？唔是，哦，你係亞叔會做，哦，你要出差別，做按照妹嘢啦，妹就變形下，係錯，對。唔看佢自家做緊度些，我出上一門你文玉姐咯，因為佢不卡懂啥啊，一聽佢全部寫自家做。跟住有小姑愛照顧嘛，我係大姑，你是大姑哦，哦，大公主，佢帶到個泰山嘛，啊，我哋吼，我過年他做兵了，我就轉去愛苦嘅哦，唔敢抽哦，自己啊，本記帶轉去。哦，有冇卡是冇得呢？唔敢拿，唔敢去拿燈嚟抽，見到唔敢都冇抽。因為家文玉姐有講，佢講佢從細都冇阿妹，佢想講係家個人係攏佢當做媽媽，所以就是用女兒嘅心情去服侍媽媽嘅感覺。不過佢會想講，佢攏係當做女兒嘛，你係看是當中嘅。真嘅呢？跟你以前會吃給阿冇？對。我每家我唔識，跟人用我第二用板做呢？冇法度啊，討好啊。係啊，你用板都。唔愛咩愛愛啊？你當周瑜神橋嘛？睇周瑜神橋，哪有周瑜神橋？你點解唔係周神橋，要係做魔法師好冇？你要還要編出來，還要做東西。語言啊，人艱苦啊，剩語言啊，係啊，都市通啊，按喺厝山哦，我喺我老公來人啊讀嘅按鈕啊，1/4嘛，嚇，我講用都係會講。cái anh用按 CD 行到很阿親來到。哦喲，講好冇相關，一鬼咋講幾多？我那天哦，我極委屈唔了，我個目睭吼。對咯，都是度哦。你一講按多，我一天會有條講用平反一下。咁人都唔記得手鉗即係佢講，其實講完後，我唔講下講用。我講用邊係當做乜嘢用？哎呀，你看啦！阿姨咪佢唔幫我攞煮飯菜。真係嘅。啊，你煮飯唔好食。咩？因為佢要參下那些雜貨店嘅。哦。啊，都喺埋講起裝訂雜貨店嘅，啊，佢做啲煮。有燈嚟好炒嘛？有啦。唔係啊，裝訂雜貨店啱人客嚟買，貴陣嘅場屋客家人都冇講一幾多錢，我睇唔識啦。有冇睇？誒。因為佢唔跳講客多少錢啊？喺外地啊，唔這樣食唔好講客話。唔可以。哎呦，啊，叫做凊彩叫做決定，因為做下離店冇錢嘅叫做，喺外去做下，啊，覺得比安尼，我比嘅，嚟做依個，我講阿姨，佢一就講乜講我睇唔使用樣，啊我揀樣就出來。
啊，其實講，哎呦，我家娘安尼領悟咪就講，哎呦，阿母媽冇菜喲，人心就生個暗醬又怕苦苦，我們台北人都很白嘛。結果咧，可惜阿子，阿叫啊，叫阿叫。哦，我除非買個洗髮精，唔係麻麻啲，要不然冇不實帶。啊，你看到？因為你考試嘅方式就錯了。有一擺，我家講來偷拿錢，哎呦，為了這件事情，已經愛鬧家庭革命。哇！這樣子唔好講合法。唔可以。哎呦，結果咧？啊，凊彩叫做決定。因為做下二點無親緣，叫做喺我去做下，啊，嗰度備案咧，我弟嘅，注意講，我講阿姨，佢啊就講乜講係貪唔使用，啊我家娘就出來，啊佢就講，哎呦，我家娘安尼領悟咪就講，哎呦阿母媽冇菜喲，人心就生個暗醬又怕苦苦，我們台北人都很白嘛，啊可惜。阿子，阿叫啊，叫阿叫。啊，我家娘都對我親佢講，佢唔咩阿子，也唔咩阿叫，因為佢好多人台北家呀，他唔成日就講乜街。踢乜嘢成日，我一教唔數語。啊，我家娘未下，我就講佢，我家娘就有同我講，佢啊就同當作講阿子要樣。剛來是講發誓，我一定要同客家話學個清楚。哇，掌聲鼓勵他。啊，所以當時我咩邊呢客家的教師，真嘅。我去關懷基點指導給長者唱客家歌，跳客家舞。談到呢邊吼，認真你知道冇？所以講，你講了按多冇問題。重要係乜嘢？重要係你自己心。然後家娘的心做在打開來接強下嘛，你知道當重要。當然，我只有講心愛打開來啦，啊，唔過有陣時打開開吼，咩不見得係一件好事情。因為打強下咩？係啊，因為打強下，古時候大家有知道講冇，心好就辦離開啦，唔可以打強下啦，係啦。當然講了研究的嘛，家認真講的係樣嘢，所以講大家講嘛，兩啥冇強樣。佢木卡無強嘅人大強下，不過經過按多年咧，有啲人做家娘嘅，有啲人佢做新婦嘅，歌唱地位度，不管係歡喜嘅，也係講無歡喜嘅，見到都講出來，歌嘅嘛。我咩當上啲講，因為一開始你講，家娘嘅木卡當上小羅場，經過按多年咧，你要知道自家改變最大係乜嘢？一種學習係嘛？我想有冇美容姐姐？哦，我。忙結婚的時節哈，我媽媽，我為本人做媒也是我清乖啦，我冇搞男朋友啦。啊，嘿，我是半工半讀嘛。畢業後嘛，下班又留阿姊聽做些。哦，所以我親手出去。跟以前學乜嘢冇？我要學插拔啦，學古箏啊。係忙結婚以前啊？係。哇，真經啲透多年，真經是吞到。我從細漢我對老人家咩親好，係我咧上班哦，長輩嘛吼，你像頭講我還有阿太，阿婆強阿大，跟忙結婚噶嚇，我都對伊都親好。難怪人家講，哎呀，禮拜吼按多拜，一天禮拜，禮拜較好，禮拜較好。竟然都禮下喏，禮下唔老以前的改變嘛，以前都按好嘅，竟然禮下改變咧係乜嘢？有一擺，我家講我頭拿。哎呦，當初，你當衝那個功夫誒。佢講佢冇可能愛做生意，愛頭拿佢一班錢，佢咩唔掂。所以為了呢件事情，已經愛鬧家庭革命咧。哇！衰冇衰3年，我衰唔得。我講哦，你啊好像本冤枉誒，嘿，冤枉誒心情無人知啦吼，我用下心誒。哦。嘿，搞太家做得用呢安尼。用下心的唔會想吵，我按照我對你呢隻家庭的付出，我全部講俾我家官聽，我講我事情全部俾我老公拿出一本夾把用咧，哈，該不用是不用咧，但是我心裡上我
按3萬做錢全部交本去，因為我加過來人提講，雖然有件不好貸，佢要納貸款裡頭，吼，我要使用了點。係啦係啦。所以你要欠3萬按存的錢交本去。唔係路費啊。係。吼，我講，你也有記帳，你10年啊拿上千萬本嘞，吼。再講，你係唔知，我老公親弟，吼，我家講。有人來費事你，佢講佢吼特別犯一件講得理不饒人啊，吼，所以佢人來費事你，佢3日後其實將佢全部簽完啊。哇！我說美容這動靜呢，有冇講？佢老公講啊，總唔得同人嘅家公講啊，吼，古早佢就用寫嘅。你按你前後寫嚟幾封信嚟啊？是幾封？你封天天啊？太少嘞啦！假使吼熟悉到20封，可以出書誒。冇，幾封地杯度20種。古種我睇得到，我睇得出來呢，因為美容這隻佢本地主要係講當有才華啦，吼。唔講下文中嘅才華。唔，因為可能佢爸爸你講什麼嘢做唔定，又唔係規矩講出來。唔過遇到事情嘅時節，可能一開始佢會冇驚，唔過。做改變，所以講我哋要為我自己權利，我要提出來正確的事情。對。第二說美容這些故事，唔過我家啲談嘅時候，我就想講，哎呦，反骨嘅個性，啲朝向這些神行可能一開始出現。我咪當時提講，因為假故事它要蠻講比較追星一點，譬如講6點起床，比如講家講啊嫁朋友買嘢，就當時我講，你當時提講結婚以前啊，結婚以後。你自己改變差別在哪裡？每個人的成長都有改變啦。其實我因為該改變只有一個心，就是好強的心。我絕對做唔得好勝心，做唔得本寬帥。因為將睇下姐姐讀到，我講樣當夜的，俺無頭水母是磕磕磕磕，變東變西，我想都在做乜嘅。我意思各位看買人哋錢乜嘅，哦，我除非買個洗髮精唔知買哪去。你不看冇拍啥帶啊？是，你看。因為你考試嘅方式就錯咧。唔係東西唔見得是錢唔係啊。本月哎呦。而家唔好出結論講誒，朝向要拿嗌錢嘛冇，結果哎呦唔知乜乜卡乜曬我。冇。幾樣事情老公哋做乜嘅？佢態度嘅樣係媽寶男。啊。對不然唔知點叫名詞。你還以為哈？媽寶。你而家講出來有笑，我終於可以講你媽寶男。講下佢真嘅呢。有人講嗰時，我自己就想法，我點樣做本看，我唔相信你看到我成功以後，哈，然後還沒講我偷人家錢，我偷人家東西，我明我冇做到咧呀，真係買屋以後，我咁樣是開始點得咧。哦，今日做得就排泄摸一下，竟然報名出離婚咯？冇啦，其實我喺買屋以後細有睇咧啦，睇咧我20做得講啦，吼，做得講。做得講。其實結婚之前是差唔多咧。我啲。差唔多，用人我是為到細路嘅。係。因為佢媽唔關心細路啦，所以我家是下定決心，我哋所有人原來是為到而離婚。哦，唔講我講到嘅吼，因為講到研究哦，不管家養啦，不管新婦，佢當我有一個最重要嘅人，所以自家老公。我做啲老公嘅身份啊、角色啊，做太重要嘅，因為啊，有啲人啊談到係，你冇攞嚟聽書，冇話講法，冇要緊。唔講你冇企到我哋位，我就吃到做唔得。這個夾心餅乾哈，這個男生，定然心目地不度有用扮演的角色。唔過你現場全部都係細妹人吼，唯一有資格比大嘅就係阿叔。冇啦，古時候咧，我要俾人上到也一定。你先來看一下 VCR 啦，來看一下大家對阿嘅老公有啥角色，有乜嘅想法，還講老公設計，其實有當到嘅委屈老想法，讓下來看下嚟哦。我改善家用老成橋嘅問題，關鍵係乜嘅？心態就是。你選擇這個先生，應該也是肯定他的家庭嘛，哈，所以我們要先肯定說彼此是希望對方好，然後先了解這個善意，
然後就不要有太多的想法誤會這樣。我覺得先生佔有蠻重要的那個位置，因為畢竟先生是婆婆跟媳婦中間的橋梁。當然，這個先生要站出來講話，那必須要非常有技巧。畢竟如果說去跟婆婆講，媳婦其實是怎樣怎樣，那婆婆可能會認為說你就是幫媳婦講話。那如果說他去跟媳婦講媽媽是怎樣怎樣，他可能又覺得說你可能是幫媽媽講話。我覺得先生其實也有他比較難做的地方，但是先生一定要站出来，就是你要盡可能的去傾聽你的爸爸媽媽還有你的太太兩邊的聲音嘛。那哪一邊需要什麼樣的資源，你就必須要適時的給他們資源，然後你在兩邊之間，你都要覺得讓他們覺得說你有站在他們那一邊。婆媳問題，先生是一個很大的關係人。對，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啊，我跟婆婆關係不好，我先生要負很大的責任，他必須要去溝通。可是當他已經溝通了，但是無效，因為每個人自己家裡有自己的狀況跟問題嘛，那我不能逼迫他，因為他還是他媽媽，我是他老婆，這是無法改变的。那好，可能唯一可以改變的就是我不要當他老婆。对，那媽媽不可能改變。那如果這兩個關係都不要改變的話，那就是各退一步。那我也不要逼他，他也不會不開心，我也不會不開心。我們就是各自就相安無事就好了。給大家一個非常好的解答，住遠一點。要多遠？開車可能需要3到4個小時。夠遠了吧？就由就是媳婦跟婆婆自己一起來解決，對，一同為這個家好。處理家娘老成就的問題，你有乜嘅經驗？他現在的角色扮演，我就覺得很好，因為就是像如果我有問題的時候，就是老公會去幫我問，然後或者是婆婆她有問題也會直接對她兒子講，對，然後如果她需要我做些什麼的時候，她也會透過兒子來跟我說。他對我的要求也很高，我也曾經被他教訓到，就是教訓到都在哭。对，就是我做錯了事情之後，我就会更要求我自己，就是不要去觸怒到他。对，天哪，你是天生立志要做台灣好媳婦的那種人嗎？我總會覺得說，人與人之間其實不只是婆婆啦，就人與人之間應該都要有一種相處的一個道理，相處的那個道理。那如果我不小心讓他生氣了，我會先反省我自己。嫁進去我就跟他講，我不太會做家事啊，因為我們洗碗洗不太乾淨，以後人家不叫你洗呀，這也是一個方法啦。所以你是故意洗不乾淨？沒有，也本來也很笨啊。那他這樣子不會對你有很多的厭惡嗎？可能後面會講啊，可是表面大家都很好啊。那你常常請人家吃飯啊、買單啊，你不要太計較就好了。啊，他看你的化妝品，他說他喜歡，你就說好啊，那拿去用啊，這樣就好了嘛。我紅包包大一點。哇！最近吼，你看到啲樣片主提講啊，加一塊是阿叔吼，因為現場做愛啊，愛做嘢來啊。所以而家他又好好了，檢討一下自家冇，又好多嘛嘅想問一下。阿健咧交代來講啊，二胎嘅家本吼。一件親太嘅委屈，你家娘還交代哦，寫在遺囑裡面，嗆堆請求。哇！最近吼，你看到啲樣片主提講啊，加一塊是阿叔吼，因為現場做愛啊，愛做嘢來啊。所以而家他又好好了，檢討一下自家冇，又好多嘛嘅想問一下。唔係，愛意思講，所以講有時是做夾在中間感覺，你要看事情。係啦。有時有條事情唔係講馬上錯，也馬上唔錯，咩要看當下嘅感覺。那就問啦，懂理難吼，清理困吼，懂理困。看一下姐姐哦，看一下姐姐。佢見到嘅老公啊，吼，都係喺為難啊、委屈啊，係乜嘅角色？我以為佢當幸福嘅。因為佢老公係本家美國，做唔對哦。係呢，我做你老公應該係清委屈嘅。按當然，我成本啊，叫講唔加講叔伯嘛。很佢大人的事情，佢冇大到，你件事情過後咯，你就人老公的角色啊，還有你的感情有冇？因為我是感覺講，
可能就講佢是一個催化劑，達成講我同我老公以後就是這樣子。我講樣講啊，他佢也冇可能講保護我一生，當然啦，要讓人讓佢要交代來講佢台北家本已經親太的委屈，沒好話想。你家娘還交代給他哦，寫在遺囑裡面，嗆堆請求。佢也等冇寫遺囑啊。開玩笑。有人問一下水琴姐姐會，你老講咯。其實佢樣開始咩冇馬曉得，我讓佢做樣安咯啲動行，我講住要求幾多動行做好。因為我退休了，轉去鄉下待哦，我兩下待。第一擺我去雜貨店買東西呢嘛，我想要來煮個漢菜，我煮講去買包麵線，結果個頭我講這家留煮好嘅啊，係湯唔食，本人考試我係湯食，我係買到轉去我講，家己做乜講嘛？麵線這家留煮好嘅，樣式去買。我佢講按麵線啦，係啊，叫我轉來就講，我哋咧，特別按樣我就對我家講，當麵線，麵線都特樣佢做愛講，係，所以有一擺佢就讓我老公偷偷去講，你賺啲錢唔好本日本人講，好我就講，佢做乜講都按到，我要按不到偷偷樣問你哦，我講係能樣嘅想，唔好俾地數好。同樣不能幹，唔好俾地主嚟，你做騙佢講啊，有啦。今日做人老公伊厲害呢。佢因為講，我喺冇按樣做，建議咧，唔係講好講，冇唔錯。嘿，我做家嗰一次我就講，我啲咧，老公愛做動行啊，其實做伴娘咩做挑麵線。係。我確實吼，個細來年啊，有當到個辛苦啦、為難啦，就夾到動行也就好勢。一個吼，係我金錢動愛嘅一個細阿姊嘅，做我嘅媽媽。按愛按相愛，唔過吼，我未來一世咩當中有下半身有幸福，我愛靠近嘅。鴉片呢有一隻好方法，做得搞一下手有個細來。乜方法？很多3C 生存法則，我先提倡哈，每天太氣家，規年就6數幾嘅，按很多3C 生存法則，第一個 C 啊哈，就係勇氣，要有勇氣 ，courage， 冇錯。遇到問題嘅時節，我會唱一句話，你想睇到咧啦，我咪唔係啊，在意思啦，冇啦，佢咩按你講唔通唔錯嘅啦，阿明就係搖咩，搖就係搖，冇按你想，嘿，我特別就係嗌講，我想睇到咧，聽到一件嗌就劇，天意嘅咧，就因為溝通。communication。冇錯，兩三人愛互相吼，來好好討論一下，到底係發生乜嘅事情。溝通啦。同人媽媽講一套，同人朋友講。出家水前姐講咧，我講有時是好話講出來當重要咧，你係純，唔好講廢話，純真實嘅話，有時本人講說者無意，聽者有心，冇錯。第三個咧就係要有資源 cover， 我聽數據啦，你總比面條錢就係講，哎呀，冇人嚟買我本樣哦，好，我嘅本樣我出價嚟嗎？走。我帶咗去檢報，檢報伊冇同跳下失敗咧，我帶出去買機，兩三去紅機，錯冇。要3C 吼下下來。哎呦，真係咯，3C 哦。就講唔啦。我英文講好，我個人看人天時時間咩做得有3C。好啦，你啊，大家吼就做按當年的心球嘅嘛，吼，你啊看新一代嘅媳婦熬成婆啦。係個概念，可能有啲嘅冇共樣。其實啦，有的事情，想愛講又講唔出來。用膽看一下嘅。係，看你愛心球，有的話。啲啲俾咗你講我，先嚟談一下秋琴姐姐好啦。哎呦，家我看到安尼情形，吼，我也唔會講是強制按樣，因為講起來，吼，佢一擺係心球團內嘅，嘅成分嗬，一成人，吼，我冇可能睇一個成人，吼，一下來按為心球按好。
會接書講啊，安尼好。有人想呀來的。錯啊，當然講難免講，你講個恩愛，要怎樣合辦會發生，會矛盾哦。但是像講我們希望講啊，外來的吼，接行啲外也騙來為難，但是我常常啊講啊，佢係為難。但是迄感覺我感覺佢為難，講我講唔怕，佢都為家家唔怕，因為佢喺把停過生吼，啊無本來嘅為難，我都是安尼想。佢安想無為難，不過其實心疼啦，兒子那麼辛苦，某一天哦，搞不好迄佢用啥講好嘅啦。唔想安度，搞不好其實係人來嘅主。真嘅，來較才高調嘅，冇啦，開玩笑。中央係我咩？因為想講啊，家用對案，我咩又想講，按你思想嚟定啊，尋求案咧。哦，我是你講愛屋及烏啦。唔過係知道中央係交通啦，下擺突然尋求啦。每下朝向這好誒。既然你知道你係新嘅心球啦，當然老人高希望強用嘛，因為當做結婚，來分享一下好唔好？你係心球東站。以前2月3月，我們都會聚餐嘛。係啊，還是不會拿起來。生日快樂。我非常感謝你的媽媽，生了一個這麼棒的女兒給我當媳婦。我心球佢面紅紅，她臉紅，但是佢唔會甲我講。佢問講，我因為來當沖燒啦，因為我來當留校，所以佢是當留校。其實媽生我是佢當切啦。哦，你這沒有用的啦，你 Q 角了這樣。他這樣罵小孩，我覺得現在年輕人不應該講話這樣。哦，我是講你雙頭生我嘛。真嘅啊？其他同媽安愛。幾蚊有買？我當下唔會講話啊，嗰個我是耍皮嘛。哎呦，我是講個時候。你怎麼會這樣子做？你怎麼跟奶奶一樣？啊，很強哦！我講你怎麼會跟奶奶一樣？今日心球唔敢買，買嘢所以買到嘢啊！佢咧比如我感覺老痛，木頭亂七八糟啊！佢這個邱小姐啊，你有點給他誇張哦，那個櫃子整個都是糖，啊，還是講真的啊，這麼誇張啊？太過分了，怎麼辦？這要怎麼處理？哇！那董小英也不卡開呢，這個韓劇很蠻好看，都戲精。愛情就是講，哎呦，你誇張的事情又不止這一件。對，像佢有擺佢人愛手機哦，我是問佢講，你看嘛該，我就下一篇文章來罵你有看到嗎？佢跳舞啊！跟我之後你某嘛個婆媳問題，人家來還有問題吧？我來係嘛，當奇怪，以後擺吼，後生嘅時候哈，我兩時就講話上吵，一講話上吵。哦，就嚴格。係，當我身體唔好時候，叫媽媽你叫我哋兩個人攏冇人上吵。佢講，係哦，樣辦咯，因為冇呢套馬藝嘅，你講我按這想，冇意思。我就屋企人有屋企人自己相處的模式跟老方法啦。每個家庭其實冇共用，就老每個時代講法、打嘴鼓、開玩笑、幽默感係冇共用嘅。係啊，就講阿珍講嘅啊，你3C， 好三個 C， 好好的研究一下哈。我說冇共用嘅時代。溝通真經當重要，互相來去理解。互相見面5位姐姐來，一家又係心球，也還有變家樣。我吃到有句話講得當好，很多媳婦熬成婆，列出嚟最好嘅見證。不過熬成婆唔係講記得嘅痛苦嘅事情，我記得你哋因為經過了兩年，經過家樣，經過家樣，經過歲月，變乜嘅變是非。啊，有冇？你就到底面對你新的人生，目標的人生來做下呢？記得咯，下擺家用睇定心球，強下留面線哦，當你獨樂線，來了啊！走那個。